来猜，你讲演演猜半天，姜子演又演，姜子演演没面前，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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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嘚儿呦呦，嘚儿呦呦，你讲猜对么？该情为假本爱哟，猜对了哟，猜对了哟。好，刚才有看到的咧，吼，就好三个。手来猜，你讲演演猜半天，姜子演又演，姜子演演没面前，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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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嘚儿呦呦，嘚儿呦呦，你讲猜对么？对，本你猜对了哟。该情为假本爱哟，猜对了哟，猜对了哟。好，本样真到现场，家下吼，大家听到的咧，就会三个冲来闹连连地度的咧歌曲吼，就会引到李永杰先生吼来合唱的吼同样的歌，系冇就猜谜歌吼。哇，唔过大家吼唔知點冇吼，呀李永杰先生吼佢唔係行人咧，唔係講你係客家話的，唔是唱客家歌曲，所以以後你係歌曲一件也動講嘅，佢後一禮拜聽。一禮拜就做得唱的暗號，因為佢唱的時間冇乜間，大家可能咩睇唔出來吼，係冇？可以呢三個係你聽聽嘅唱，較好較簡單來學係冇？每番用嘅一禮拜喏，係一幾次嘅功力。佢是嘅功力然後，因為佢平常時嘅表演，佢要唱你係外國嘅歌曲，所以佢會寫你係羅馬片，所以佢可能係靠你係中高級會歌哦。因為拼音吼，佢都會拼音，所以佢自家檢配和檢讀。兼練習，佢講下嗬，佢哋係學嘅時候，佢連水母個耳機都帶得聽到水聽。哇，真勁，按上網就出嘅。唔過按你吼練好一條歌吼，係唔係因為唔係自家嘅語言吼，一下就會唔記得嘅吼。不過因為佢哋有受過你係專業嘅訓練，所以就算講一段時間冇唱咧，不過係複習一下佢哋還係做得去表演。像剛剛有聽到嘅吼，耶穌歌曲和同樣嘅歌吼，沒有第一擺吼體重吼，三個唱嚟鬧連連嘅專輯地度吼，沒有數六就錯嘅吼。像一擺有看到吼，那數紅拿燈嘅吼，按獎老愛上富強擁有吼，有按你發嘅吼，也雕花設計嘅吼，也 CD 吼，就係一擺客家天師吼，三個唱嚟鬧連連吼推出嘅 CD 哦，吼，地度有幾多條歌曲咯？也地度啊？也地度仲共有8首歌曲，8條歌就錯嘅。不過有看到吼，也係有啲主題吼，唔知大家有看到冇？也係三個唱嚟鬧連連咯，吼。跳擺嘅情歌，也係一種專輯地度嘅主題就錯嘅，係冇？因為三個真係踢到嘅啦，係冇？唔家有看到嘅吼，勸世文啊，還有講乜個親情嘅啊，講神法嘅啊，一生靈啊，係你講感情嘅咩有？也擺用咩想講，愛用啲情歌嚟做啲主題咯。其實你擺你係專輯嘅概念，就係希望講，因為你係客家嘅歌曲啊，韓國你係歌詞，雖然講有你係牽舌文啊，韓國。
如你係講生發了了嘅歌詞，不過其實大家吼下後堂，然後時常會唱會唱嘅，係係情歌嘅歌詞，所以係希望就開始嘅你係珍惜，希望對你係情歌開始咧做出發，希望你係散歌呢感情總是讓人家比較好奇的嘛，所以希望對你係感情開始。唔過我剛才聽到嘅就係呀，同兩個歌吼，佢咩算係咧情歌哦。嘿，講到你係情歌，你係散歌嘅情歌啊，吼，動到就係調情。那調情也有下露骨嘅，比如講18摸。你名咁叫哦，係冇？係18摸啊，摸了18個地方。唔知係有正經有衝踢歌冇？呀，18摸，呀幾條嘅歌曲？冇，因為強衝咧，香港衝到配就配唔起來，衝到每個排誰衝？唔對，名都難係冇。不過你係同兩個歌吼，講嘅又係調情，不過係含溫啊，就係比做了啲生發當中嘅情啊、事情，還有物品。喊來表達情意，所以含蓄啲啲咧。唔過我看到啲啊地度啊，嗬，而家係有講嘅係有8條歌曲咩？入邊咩有小嘅嗬啲地度唱歌嘅人嗬，咩係啲23個唱來鬧連上節目嘅做錯嘅，上節目嘅欣賞。唔過我看見到因為有動到嗬，有動到嘅欣賞就有出過也準時啦嘛噶，入邊看到嘅周青就係木嗬，算係啲新人嗬，雖然係欣賞啦，唔過算嚟咩係新人係冇？係，你係你係真係新改了到新了到嘅歌曲啊，其實你相當久，因為想講出個唱片嘅欣賞，佢哋自家嘅珍惜，可能當到觀眾朋友來學生啊，都有買過，都有聽過咧，樣興趣含冇你嘅吸引力，聽一方面就係為情歌如希望做得係下輕鬆活潑嘅，所以攞散歌是偏版，如下可能就冇想到選了到曲調嘅歌曲，就像小調歌曲，喺小調歌曲你就想講你請看哪幾首歌曲係較少聽到嘅，香港你係欣賞佢唱起來你咪下有性感感受嘅歌曲。唔過將家下後有聽到嘅同樣嘅歌吼，一首歌曲算係小調嘅啦，吼，係冇？呀小調嘅歌曲嘅時節吼，唔留對唱嘅人家下講到嘅咩吼，呀仲係全是係頭擺嘅情歌吼，嗰個地度有數嘅動到嘅欣賞啊，還有對唱情歌嘅咧形式就錯嘅，啲對唱吼當方吼要留意咧，唔會講客嘅利用者欣賞吼，啲對唱會有乜嘅問題冇？佢係唔係用配嘅呀？配人講唔好，一首歌曲從頭嚟人家就來接安。係，佢講雖然講係死背啦，不過其實佢會想講一下因為係對答，所以佢配歌詞嘅時間，佢就人嚟講，佢用等下運用半天來回答香港眼門嘛，佢正經為認真談。佢講，比如講，我講馬甲煙猜半天，佢會談咧猜半天，所以佢就會想，該係乜嘅東西，佢咪唱到，比如講講啊，咪唱唔錯，所以佢正經為認真談眼門乜嘅。正經呢，家下聽到嘅吼小調啊，老三太調吼就輕毛汹湧啊，吼，你啲對歌詞啊，還有啲曲吼當方吼就聽起來小調係唔係就係較輕快嘅？多啊，也有含慢嘅，比如講，你係南部嘅搖兒歌，佢就含慢調啊，叫係唱本歐亞類水嘅，所以你係歌曲雖然當貼片，不過兼係情歌。所以就冇意思。冇嘅，古時候也地度嘅8條歌曲，真正係精選中嘅精選，地度出題有輕強嘅欣賞，沒有啲演唱功力同好嘅利用者欣賞，來做咧對唱。地度沒有音自家又係欣賞又係主持人，歌上又按好彈，聽咗會有自家唱嘅係冇，自家一紮年唱嘅唔唱嘅係咩係咧太溜嘅共同嘅歌曲係冇。廣東農村嘅片內咧，咩係散歌哦？係你係自家獨唱嘅，羅亮口愛唱歌，今日做的係對唱嘅方式。唔過我禮拜就係用自家嘅概念唱來呈現。佢一開始唱嘅係一隻老阿婆當係唱散歌，喺第二段歌詞就就一隻老阿公，又當為唱散歌，當係攞佢對唱。喺第三段就講到，佢兩個顏色安排嚟扮ra，喺做啲唱散歌樣板咯，
念了記條係兩公婆，嘿，就講伊拉故事就錯嘅，哦，係啊，也下雖然吼，也下因為甲下談到嘅係利用這形象去對沖嘅，無人老唔對沖，硬係唔會啦。古時候賭場吼，自家沖就做得啦，吼，做得落現場吼來沖一下也是歌曲。介就從那首羅亮口愛唱歌。好。春天有嘅呀望衣鋪喂，60多歲都還愛唱歌喂，人老上因此鳥鳥韻啊，夜夜都還愛唱山歌喂。哇！呀，談到嘅就係呀，羅亮口愛唱歌就錯嘅，也係唔啲地度呀，8條歌曲地度一數係唔自家唱嘅賭場就錯嘅。不過聽起來嗬，硬係聽唔出來有老台灣嘅山歌係咩小調呀部分嗬，係有乜個特別冇共用嘅味道冇？其實講到咧民歌啊，民歌佢嘅咧風格都差唔多，只是講咧太了解片嘅歌曲嗬，佢了解上癮係會轉來轉去，香港係會牽上跳落去牽動唱，係落去轉一下。如果講到呀牽上嗬，客家嘅山歌咩清口咩清味啊，用為講係太了嘅較好牽咯，安尼。佢了解牽上唔係像嗰啲台灣聊天提起講跳落去牽動唱哈，表現你係喜動就太了解片佢會牽上，唔過佢牽上係些可能會轉一下、扭一下來表現佢哋係地方嘅啲係民族特性。做啲唱一句冇，唱唔家下有轉呢有冇？比如講第一句，春天有嘅呀望衣鋪喂。唱係台灣嘅山歌會用嚟唱。台灣嘅比如講羅山歌叫摘茶愛摘。出來下錯，就無共用嘅，哇！要按你比較起來吼，就地道要無共用嘅啦吼。唔講吼呀，太了嘅片吼咩順來要動到人哋嘅唱山歌啊，因為要動到人講客家吼，對呀，太了嘅片歌類嘅咩吼要行人啊，按你嘅山歌吼形式都係台灣吼，作為動到無共用嘅變化，因為生活咧環境咩無共用嘅咩，故所咧一擺吼呀頭擺嘅情歌地度吼，數年嘅也8條嘅歌曲，地度要動到無共用嘅形象要對沖嘅啊，咩有形象細妹嘅形象係自家13年沖嘅咩有吼，像我看到咩有算係後生嘅，我唱做得用相片來比較看下，係唔係像黃佩書形象係唔係咩係較後生一些咧？算，佢算係下後生，香港佢嘅唱法就係用下咪上嘅唱法，不過用係全部咪上，因為你係山歌啊，唱法係講聽咪上嘅歌詞可能會彈唔出，所以了了就一點點你係民族唱腔，按用歌詞下清楚。哦。唔過啲講呀，唱山歌嘅時節吼，雖然講係形象含係創意係傳統嘅歌曲嘅話，可能本單就有歌詞嘅。唔過呀山歌吼，其實係做得自家來創作呀歌詞嘅。啲呀山歌從來鬧年嘅節目地度吼，係唔係有動到嘅形象機會？啲呀在節目裏做得發表一下自家嘅歌曲。會像有線上佢來嘅時節，佢就係有設定佢嘅故事，所以佢不管係從你係羅山歌製片版啊，係講小條歌曲，佢自家會改歌詞，改做佢上嚟唱嘅，比如講每條線有講到啊，有線上上嚟自家講佢學山歌嘅歌唱，又係講有老阿公90歲咧，佢上嚟唱佢嘅聲音，佢自家會設定你係歌詞，喺自家寫，自家唱，自家嘅你係。哇！聽起來吼真勁吼，因啲啊山歌唱嚟鬧年也在節目吼，咩好多動作啦吼，因啲唱看起來，其實啊咩動後生啊咩看起來聽，因啲吼大家可能看起來看因吼。看唔出來，佢竟係你拉嘅媽媽係冇，所以係後生嘅媽媽啦嗬。啲呀主持嘅歌唱地度嗬，聽出咩有動到真神奇啊，真感動人嘅故事哦。等下嗬就做啲唱呀應嗬，讓大家嗬來分享行卡度嘅故事哦。一下請大家嗬先來學看一下。